去阿拉卡团，马来卡马龙米亚大家好我是来自西拉雅的阿拉卡团我是部落里面的长老先长起来了。 不是真正的长老了哈刚刚那个下的音乐是第3段的了哈。那因为我们西拉雅族可能是大家对所有的台湾原住民族比较陌生的一族，这几年我们在努力做我们的文化复振，还有我们的这个妇女复权运动哈。所以呢首先我们先带来一段我们这几年学校里面开始在恢复族语的教学。那我们先请我们部落的小朋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用我们的西拉雅语。大概马萨苏。 Baba, ayano, daliu, ka, maga, oma, ka, manini。我试着来翻译他就说各位长官、各位贵宾，来自全台湾各地的朋友，大家好。他是说我们是来自台南的吉内耍部落我们是西拉雅族。很高兴认识大家。欢迎大家以后有空到我们吉内耍玩，谢谢大家。 好，接下来我们请小朋友来跟大家再带来一首简短的数字歌哈因为我们的族语其实已经有100多年已经没有很正常的使用，都是在部落民的信仰的记忆的歌谣啦、舞蹈啦有在唱。那我们在找到了400年前荷兰人帮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文献资料，是我们西拉雅语，所以说。 将近10年来，我们的文化的这个语言的富裕呢，我们能够把这一个语言重新找回来。那我们学校的族语的教学里面，就会用很简单的这样的族语的部分数字歌是一个最简单的。所以等一下呢，带给大家的是一个数字的歌哈。 给一点掌声虽然说唱的不是那么样欢乐，因为太紧张了。早上沿路从台南一直摇到现在那个头还在晕的样子。在学校唱得很高兴。好，接下来这一段我们是带来凯旋歌如果说大家有听过这个赏会唱的歌的话，它也是叫做凯旋歌。那卑南族的歌谣传说是从西边来到东边定居的喜拉雅一个族群带过来。那这喜拉雅呢当地也有个讲法说可能是这个喜拉雅族。所以呢常会在几年前到我们部落里面参加我们的凯亚的祭典以后呢他就把这首歌呢交给我们。所以现在呢这首歌已经变成我们吉内场国小放学的歌。还有小朋友呢，他们都会唱，所以带来这首比较欢乐的这一个凯旋歌不要吹啊，我打棒。
我们给棋盘手国小热烈的掌声。